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看是这个行政院纾困的会议，今仔日佫来提出着孩童家庭防疫补贴，初步来确定，这个厝内底有国小的学生，也则是有这个国中、高中特教生者。 每一个人会当领1万块，大约有250万人会当领到这条钱。另外，昨个纾困会议已经确定的，就是受影响的企业的员工，薪水会当直接补贴2万块。啊，这个客停车、游览车的驾驶、导游、领队，一个月会当1万块，会当领3个月。啊，若农渔民是1万块。啊，一般劳工纾困的贷款，同款上悬也是10万块。 发布3级警戒，会使伫厝内人拢袂出门，只剩客停车先厉害啊！路上绕不到人花的油钱，现在完全没有收入。更加卖讲嘅文件，想要延存嘛无法度，延期、取消、再延期，甚至停办。我们足足在这1年当中，不断的在空转。 未少产业拢真凄惨，政府的补助方案总算嘛出来啊！几乎都集中在我们内需型的这个消费服务业，那非常的严重哈。所以，刚刚卢政委特别提到院长的指示，怎么样从宽、从优、从速的来认定。 简单来讲，纾困4.0分3个部分：第一个人补贴，客停车、游览车驾驶、导游、领队、驻营工作者一个人3万，农渔民一人1万，家己批工一个人3万，既然纾困1万到3万，中计收入户国加码4500块。第二是产业补贴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指示会甲认定放较快，营业受冲击5成以上的产业，原则上一个人1个月补贴2万块。第三是纾困贷款。 会继续办劳工纾困贷款10万块，另外央行中小企业的贷款会自3000亿，搁加码到4000亿。对于所谓的产业的他们的营运费用，也应该给他们一些补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企业家是不存在，那劳工将来何以复存？上总建议总补贴金额应该搁增加，补助范围嘛加入企业，呼吁政府加紧卡步，才会当赶紧救命。